不到結果，仍至少執迷過。沉默地對望，拖手也可算種折磨。如果你講不出的説話很多，講真心話我亦害怕，嘴巴劃破。如注定離別難怎躲，可教我又上一課。由得你盡情去惹禍，但突然對人怯懦，不敢去説清楚。談情時則釋恍如真空，無言之中無動於衷。心軟自然更痛，自然驚恐。自己擠不熄太多火種，手機圖文清空，還未精通，字典中都找不到這算那樣痛，為你失聰仍未必有用。你為此曾多費盡心機，分一分鐘，即是我可算驚喜。能繼續逃避，回想起跟你有沒有轉機？可惜你未曾有顧忌，仍未能完美地講一句對不起。談情時則釋恍如真空，無言之中無動於衷。心軟自然更痛，自然驚恐。自己擠不熄太多火種，手機圖文清空，還未精通，字典中都找不到這算那樣痛。怎忍多100秒鐘？無論連講分手都已放鬆，還是面臨你我各種的指控，沒有半秒遺憾時流淚或感動。行刑時便將感情抽空，完全真空都不覺痛，軀殼驟然聽你解釋變動，求你作個合理的補充。單方祈求相擁，無奈之中仍熱空。不管一刻失望有多重，痛接近呼吸困難揭盅，受到這戀人時的傷那樣痛。